最近来台湾观光的旅客是真多，松山机场排班的客停车嘛，按算讲明年元旦开始要来比较桃园还有小港机场，开放加收50块的服务费，望个人鼓励愈侪排班的客停车来松山机场载人客。2024新的一年就要到啊，松山机场出现观光出入境的人阵，也若外口排班的客停车数量甲以前来比，算是减真侪。为着鼓励客停车载人客，公告的扛棒顶悬写为明年元旦开始会恢复加收停留服务费50块。整个计程车排班计程车营运成本持续的上涨，那另外就是市区车队竞争也很激烈了。目前跳表的起跳价小是85块，加收停留服务费了后，会为135块开始起跳。这嘛是96年取消了后，松山机场经过17年恢复收50块的服务费。135，我觉得135还 OK 了。我觉得现在万物皆涨嘛，他们增加钱也是理所当然的。那我有需要还是会做。目前有注册松山机场排班的客停车，差不多有1400多台。不过，即马平均来载人客的客停车，敢若有500多台，无到一半。尤其是拄到落雨天、连续假期或者是尖峰的时间，车队无够。所以为了扩大运输的能量，决定比较桃园甲小港机场的规定。目前是因为回国旅客众多，然后车辆怕说会不够，所以尽量想办法让有些诱因让大家能回来。松山机场因为苏当时的时空背景，取消收服务费，即马恢复加收50块的规定。业者预估，客停车的司机会回流3成，不过人客嘛有可能会流失2成。即马机场附近有客运、公车甲捷运，旅客嘛会当自由来选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